下个趋势，尝试学习。按上面公办安些心态，不要给早点给切到江湖路去，那边都是就新爱人了，咱们我去瓦里啊，但那时候啥个，上头那个亲戚，加上我们这段节个问题有个来空跟我这那么说的，搞到那样，但别做做些呢。但那时候看个社会当时差不多几个多呢，搞到那样当然呢，现在暑假，生活的时候搞来的样样几那时候忙不到了呀，不灵，透过了去中间都是中途，我们教育都搞了，当然说，这么是那么说，阶级难了，那就两个兄当样的切多的，那就我了，对手的人物去要嘛的，那就不怎么是骗的，被他们拿去发作。就是那边那当时的，地头呢代表呢，等等，但是有个人去给，都是那出去，看讲讲伊呢，俺你看这时间呢，新民的人呢，将我们去加拿大配了培养的，国家是在古有着。